再来看台南的永康是发生查某高中生险啊，互嫌犯拖去空厝的案件。今麦警方已经抓到人，这是一个42岁嫌犯，而且伊是随机犯案。伫咧犯案进前呢，佮去学校附近甲巡10几届。咧犯案了后，伊嘛知影爱随换衫，而且佮改用行的。目前警方是要佮咧调查伊犯案的动机。 全小组挖过去，随甲这个生出来工人用手铐铐起来，伊就是20支下晡，趁查某学生下课要回家时，凶甲查某学生按喙 QQ66，要拖入去空厝。加在基层民众帮赞，查某学生才脱过劫数。警方专案小组用巡逻车、行车记录器翕落来关键车牌。第24点钟内，伫东区嫌犯的住处的所在，成功抓到这个42岁生出来嫌犯。虽然伊无经过专案依照强盗妨害性自主未遂等罪嫌，依上法办。专案小组持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核发的拘票，将蔡姓犯嫌逮捕到案，并取获作案的衣物等证据，全案正扩大侦办当中。经过了解，生出来嫌犯计划真周全，伊甲案发地并无地缘关系，所以伫4月期间来到校园附近勘察地形，上无10解。案发当天，佮较提早1点钟来学校等，伊佮挑工甲机车停咧1公里外。 犯案了后，佮随甲原本的外裤换做黑色短裤，透过行路甲变装，制造混乱。他逃逸的部分确实有变装，所以有增加我们那个侦查的困难度。那换完装之后，他就直接回家了，就是发生点的附近，刚好我们的行车记录器有拍下车牌，然后我们去反推。这站引起地方关心，针对案发路段，敢是去无够记录，明代特别邀集相关单位校长会勘，要求爱保持治安死角。那附近学校嘛加强校外巡逻宣导以外，减买笔啊发给学生。拓宽的施工单位要筑起这个菱形的网状的围篱，但既有的监视系统并没有去涵盖到这些人行道，所以呢，透过这一次的会勘，我们也会临时的紧急来布设几组的监视器。学生要放学之前紧急发放。对，按每个人都有1颗，然后告诉他们，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大声的吹哨求救。为了避免搁再发生，市府讲结合学校甲跨部门主管，设空间防卫概念，计划伫校园周边建构安全廊道，除了加强巡逻，卖针对较旧的空厝、较暗的巷仔路进行环境清查，甲照明改善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